其實咧，我喺參加教會都差唔多超過30年，啱啱退出咗職場啦，就好想咧就落實去即係揾下一啲嘅音樂去學習司琴呢一方面咧。其實我諗相信每間教會咧都好有大嘅需要，就有機會啦，知道喺網上面咧有呢一個課程，我就嘗試踏出司琴嘅第一步。因為咧，我喺教會侍奉咧，係喺敬拜隊嗰度做隊員啦。而呢個司琴訓練班咧，其實就係由我哋嘅領隊推介嘅。咁我望下個時間啦、金錢啦同埋地點咧，都好合適。咁同埋我自己都會覺得咧，可以喺當中咧學更多嘅樂理咧，對我嘅獻唱都係有幫助嘅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因為我哋敬拜隊嘅司琴咧，其實佢工作好忙啦，骨骼咧亦都成日好痛嘅。但係佢咧，佢係仍然好竭力咧去堅守佢個侍奉嘅本分啦。咁所以我會覺得唔試唔知自己有恩賜咧，神會唔會都去祝福我同樣會有，所以就決定咗參加啦。小班教學咧，俾我感覺就有一班嘅同路人啦，咁唔使自己好似孤軍作戰咁啦，有一班人一齊即係互相鼓勵，好大幫助啊！一來老師去教得好好啦，由淺入深啦，同埋因為小班咧，咁所以佢兼顧都好好啦。一人一琴咧，亦都有好多嘅練習，咁所以我覺得整個模式咧，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合適嘅。我諗最驚喜咧就係一開始嗰個敬拜時段，呢個係我冇諗過嘅，但我覺得呢個係好需要，因為司琴咧除咗嗰個技巧提升咧，佢嗰個心靈敬拜嗰個心咧都係好重要，所以好欣賞咧你哋能夠有呢個嘅開始咯。如果最有成就感咧，應該就因為自己有唱詩班嘅訓練咧，就會令到我去幫助到佢學琴嗰個節奏方面啦，我會覺得快啲上手咯。有啊，同埋好大幫助添，因為喺我個人靈修裏面咧，除咗會祈禱交託父神咧，我發覺而家多咗自彈自唱嘅時候咧，咁其實都能對我面對一啲事情唔能夠一時三刻去解決嘅時候咧，有好大嘅舒壓作用。有嘅，因為其實我自己除咗參與詩班啦，都會間唔中都會喺敬拜隊嗰度咧都去參與嘅。咁我希望咧可以喺課堂上面學到嘅嘢咧都可以應用咯，同神嗰個關係更加緊密一啲。如果姊妹咧真係有心喺司琴呢一方面咧做訓練嘅話，我咧會好鼓勵佢嚟呢一度咧學習司琴班，因為咧呢度可以由淺入深，而且咧可以有一班人一齊咧去學習。咁我相信咧導師咧都好有耐性啦，會切合我哋嘅程度啦。如果佢真係有心學習嘅話咧，佢可以邁開呢個第一步咯。首先送一節聖經俾佢咧，就喺哥林多後書8章12節上，就係若人有願作嘅心咧，必蒙悅納嘅。所以你唔使考慮咁多噶啦。如果你真係清楚神嘅感動，甚至乎呼召咧，你就去啦。神一定會有預備，我會為你加油噶，努力！呢個婦女司琴班每一次上堂開始嘅時候，我哋都先會一齊去敬拜、祈禱同埋分享上帝嘅話語，好讓我哋嘅學員可以喺每一次嘅課堂之先，我哋將生命嘅重擔或者係心靈嘅負擔，我哋都交俾我哋嘅天父，學習點樣將我哋嘅生命去對正喺上帝嘅身上，從而喺我哋往後，當我哋真係成為一個司琴嘅時候，我哋都識得點樣去面對我哋自身嘅困難，但係同時間我哋都繼續去堅持上帝俾我哋嘅託付，喺侍奉嘅裏面將焦點聚焦喺上帝嘅身上，求天父去賜福我哋呢班嘅同學，我哋都能夠成為天父所喜悅嘅司琴。